农业部统计到，担受到风台海葵影响造成农业损害，初步估计有损失2亿7千万以上。也那高雄同款真严重，其中上界严重的就是这木瓜甲金蕉，有850万以上的损失。目前这个灾害的统计也搁伫咧进行当中。看到规片金蕉树，连树根规个拢绑起来，农民的生活拢乌有去。即摆海葵风台登陆。高雄嘛，闪袂过风台影响，大风雨是扫过金钟园，市府是统计，金蕉是即摆损害上严重的农作物，损害面积有45公顷，比上次都市还严重。不要说风，橡胶是比较不怕水啊，但是你长期那个浸泡的话，它还是会跳掉。那基山的金蕉受损，米农生产木瓜嘛袂堪得大风雨。主要是网式木瓜损害较济，这互农民是真头痛，因为果实也未大粒，就拢无去啊。农民表示，即摆风台因为大风来造成树仔倒去，雨水来造成果实水伤，大约损失是700成左右。讲啊，浸水吼，浸甲拢安尼水伤啦，吼啊叶啊有扫甲安尼冻去啦，安尼影响介大啦。这次的木瓜哦。主要是网子啊，对，网子那个应该都80%以上都吹坏掉了。这个网子应该挡不了7、8级风。农业部统计到大，海葵风台造成农业灾害，全台初步估算损失2亿7千多万以上，其中高雄市是超过855万，损失面积甲金额陆续咧统计。目前市府嘛当咧积极甲中央协调，要替农民来争取较济补助。记者钟依辉、邱昭阳高雄报道。